得以完全。感谢主，透过他的话语，能够帮助我们，能够在明白。我刚才读的圣经里面提到好多的爱，对不对？我们神是爱，我们若彼此相爱，神是爱，爱他的心，爱我们的心，哇，很多的爱哈。好，今天要跟大家分享，就是在爱里的盼望。神透过他的爱，透过亲人的爱，透过朋友之间的爱，透过婚姻之间的爱等等，让我们来认识到这位上帝是怎样的上帝。那我们在4月的讲道主题牧师会用十架救恩。在4月16号是什么节庆呢？跟你的旁边说复活节。你知道复活节非常重要啊！如果耶稣没有复活，那我们不用坐在这边了，连假去玩，去游山玩水，因为坐在这边就没有什么意义嘛。但是我们知道耶稣是复活的主，所以我们在这边的敬拜才有意义。保罗说，如果耶稣没有复活，我们这些的敬拜，我们这些的服事都没有什么意义哦。所以4月是进入到耶稣受难还有复活的节期。这个也是我们，特别是我们亲人去世，要去哪里？我们以后有没有什么盼望？这个关乎我们现在跟未来的命运。而十架的救恩，让我们明白上帝的爱。所以刚才一直谈到说，上帝是爱，上帝是爱，他怎么爱我们，就透过十架的救恩。所以这个月我们特别要来体验耶稣的受难，还有复活。透过这样的一个系列的讲道，帮助我们能够明白，到底耶稣为何他要来世上哦？为什么他要走十字架的道路？他为什么不要就是下个命令，我们就可以得救了？为什么他要这样做？好，所以这个礼拜我们透过在爱里的盼望，作者要信徒，当时候的信徒不要受假先知，或者是这些的异端所迷惑。他以上帝的爱劝勉大家要彼此相爱。所以透过彼此相爱，圣经就告诉我们说，你们如果彼此相爱哦，你就会感受到，上帝真的与我们同在哈。那上帝透过彼此相爱的表达，让我们感受到他在我们生活当中不离不弃。在今天的礼拜的当中，我们要举行清明的追思礼拜。在这个追思的过程当中，我们把过世的亲人的照片放在这边，等一下我们会有一些简单的仪式。但是重要不是这些仪式，重要的是什么？我们对神的爱，我们对主的爱。你知道吗？华人一直有信耶稣的一个害怕的症候群，或者是说心结，就是说我们牧师我的长辈还在我的父母还在那我们家是拜拜的啦，民间宗教信仰啦，所以一直困扰他们就是这个祭祖的问题。祭祖的问题使他们不敢领受这样的一个洗礼，说那我以后怎么办？人家在拜的时候，我怎么去面对？那父母来的压力，或是亲人来的压力，好，让我们一起来想，就是说这样的一个拦阻我们领受从上帝来这样的一个救恩那为何华人我们来想一下，为何华人在死后的看重死后的祭拜，胜过生前的孝顺，明白吗？然后在生一粒豆，看人安怎
西鳌拜低头啊，这是在提醒哦，是在提醒我们。但是我们却有时候生前不孝顺啊，身后才来，哎呀，一定要怎样祭拜？到底是怎样的心态？你是存着怎样的心态？是弥补，或是亏欠，或者是惧怕？等一下我们会来谈哦。好，所以我们看到在传统祭祖的上面，哪一些是我们可以肯定的，或者是再一次思想的？那慎终追什么？一般我们说追远了哈，到底要追多远？那我们今天的墙壁的字说什么？一起来念来，慎。我们要追到生命的源头。我们怎么去追？怎么去思想？好，就透过今天的礼拜，我们要来思想两个目的哦。在耶稣基督的爱里面，我们可以找到永远生命，就是永生的盼望。第二个，我们要透过今天的经文、今天的信息，帮助我们一起来慎终追远。人家说认主怎样归宗，到底我们认的是哪一个主，归哪一个宗？有人说信耶稣的人死不然考嘞，真的是这样吗？我告诉大家哦，哭得比一般的人还真诚，还伤心，你知道吗？还有弟兄姐妹一起来怎样，一起来安慰，一起来哀哭啊！所以与哀哭的人同怎样哀哭，与喜乐人同喜乐嘛。所以我们透过这一段经文，透过这个信息，要帮助我们怎么样跟这位是生命的主这个源头能够连线哦，连结。我们来看哦，民间一般的祭祖仪式，在这几天，在墓园，一般的墓园，或者是在殡仪馆，我们昨天有看到很多这些的家属，他们就在那边我们殡仪馆另外搭个棚架，然后大家就在那边祭祀祭拜，就是祭拜他们的祖先或者是刚过世的亲人。我们来想说，民间华人为什么有这样的祭祖啊？什么样的意义？第一个是有生命性哦，传统认为祭祖有延续祖先的生命这样的一个象征，就是他们会透过这样的一个祭祀的仪式，达成与祖先的连结，有薪火相传的这样的一个意义哈。好，这个就是对生命性的一个认定哈，生命性的一个薪火相传哦。好，第二个是文化性哈，文化性。好，祭祖也是传统这儒家孝道说慎终追远的一个表达。孔子有说过：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就是说，我们透过这些的礼祭祀来表达对亲人的一个追思。这个是在我们所谓的文化性哈。然后第三个是在家族性哈。那祭祖也含有什么非常浓厚的家庭观念？清明到了哦，要一起回来哦，然后再怎么扫墓一起再追思祭拜哦。那有这样的一个凝聚家族，我们看到有一些的宗亲有没有宗亲这家族哇，一来扫墓就多少人啊？好几百人这样，所以有那个家族性宗亲表达他们团结的这样的一个心意哈。好，第四个是宗教性，哇，这个祭祖的行为有很强的什么亡灵的崇拜，亡灵的崇拜的这样的一个成分哦。为什么？因为人害怕自己的祖先沦为恶鬼孤魂，所以会影响到家族的繁荣、家庭的平安，因此非拜祖先不可。这个就是现在这样的一个观念
为什么要祭拜？出于一种这个惧怕哈。好，那我们肯定这个祭祖的生命性、文化性、家族性，但是我们不能苟同接受我们的祖先当作亡灵来祭拜。为什么？生命性、文化性、家族性的意义，其实不一定要用祭拜、祭祀的方式来表达。但是我们看今天的华人的这样的一个祭祖，平心而论自己为自己着想的成分多不多？多啊！哎呀，祖先啊，求你来保佑我们这些子子孙孙啊，保佑我们的什么事业发达啊，保佑我们什么哇，就一大堆，对不对？我们过去拜拜的有没有？有没有拜拜的弟兄姐妹？有哈。好，情况下，请问你以前在拜拜的时候，你都讲什么？讲什么？哎呀，你保佑我们嘛，对不对？哎呀，这些祖先如果可以保佑我们那他们就不用我们拜他了，因为我们一边又怕哎呀他们饿着，一边又要向他们来祈求你来保佑，来赐福我们，对不对？我们看了非常的矛盾了那许多人在祭祖真正的原因怕背上什么不孝的罪名，怕祖先来搅乱扰乱，而且刚才牧师讲了，有求于这一些的祖先的保佑。我们想一下惧怕祖先，然后又有求于祖先，这样的一个祭拜祖先，能够称上孝顺吗？更何况有时候生前子女不一定孝顺父母，那父母死后却抢着拜，那到底这是哪门的孝道？我们要思想一下，对不对？这是出于惧怕，所以有这样的一个生命性、文化性然后有这样的一个家族性，还有宗教性这个就是一般人祭祖的一个心态。那我们来想说，到底我们祖先在哪里？有谁知道你的祖先、你的亲人在哪里？你觉得他是在天堂的举手？这个是有信仰嘛？你觉得他是在阴间的举手？为什么？因为可能亲人没有信主。好，那我们怎么办呢？我们有时候会有这样的一个亲情不舍的情节。那我如果上天堂了，我看我的亲人在地狱，那怎样？多难过了。就常常会问牧师怎么办？等一下牧师跟大家解答，好吧？这样你如果还没有受洗，你就可能开始思想，那我有什么样的行动可以表达出来？祭祖的观念是将死人的世界看成活人世界的延续，所以才曾认为说死人也要吃喝玩乐，并且试图满足他们的需要所以我们就会看到，当亲人去世的时候，一般的民间宗教会烧什么？烧什么？钱钱还有呢？现在烧钱不流行了，烧什么？烧信用卡。还有呢？烧房子，对，别墅。哎呀，烧汽车他不会开车怎么办？哇，烧司机那打电话怎么办？烧 iPhone 不会教不会怎么办？贾博士在那边教了。那怎么办呢？所以就用这样的一个在世上的一个观念所以他们也需要有这样的满足来供应。而一般人认为民间人死后有3个地方的去处。第二个，
就是轮回转世哈，在前往十殿阎罗啊受审而之后，来投胎转世哈。那这个是受到佛教的影响哦，这个思想的影响。好，那过世的祖先如果有幸哈轮回成功，那要不要祭祖啊？要不要？根本就不要嘛。他轮回了，他可能投胎转世做人了，或者是进入六道轮回啊，可能是畜生道或者什么，对不对？那你还在拜什么？根本就不需要祭祖了。事实上哈，祭祖跟轮回是冲突的。好，若祖先他成功的轮回转世，好，那不管他沦为人或是动物，那他已经重回怎么样？阳间嘛，重回阳间，有他的新的家，有他新的生活，有他新的饮食习惯。好，那哪用我们用这些祭物来祭拜？哪需要我们烧这个银子哈？不是烧金子哦，金纸哈是烧给谁的？他们烧给神明的啦，银子还是烧给这些的亡魂的啦。哦，好，所以有时候我们不明白，我问人家就这样拜，我就跟着拜啊。好，我们当中有谁收到前世子孙的祭物？有没有？汽车、别墅啊，有没有？没有。如果我们是像他们这样讲的投胎转世啊，我们不知道轮回几次了，对不对？那你有没有收到你你的子孙烧给你的东西啊？好，那我们来想说，如果我们用鸡鸭鱼肉来祭拜这些祖先那这一些动物如果照他们的想法，也是什么轮回而来的啊？好，那我们看到这个是亡灵是转世投胎的，那岂不是用祖先来怎样祭拜祖先？这样明白我的意思吗？如果这些动物、这些牲畜是轮回而来的，可能其中有我们祖先轮回也不一定啊。那我们又用他们来祭拜我们的祖先，好，我们来想说，这也太野蛮了哈。那祖先不知道轮回为哪一族、哪一国人，好，那你一律都用中式的餐点来拜他。那美国人的话，他习惯吗？那岂不是要去麦当劳叫个一个特餐对，来祭拜他们比较适合吗？如果他们是沦为牲畜，在六道轮回里面沦为牲畜，那你就要用什么？熬肉肥用这些的饲料，狗你们都买什么？宝路还有很多牌子，对不对？你就可能就是要祭拜这些，不是吗？所以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这是很矛盾的可能他转世为牛羊，然后他用清炒，他吃起来还比这些的食物还好吃嘛。所以我们来想说这个如果是这样的一个观念受到佛教的影响的话，轮回转世了，那你还在祭祖祭什么？第二个，我们来想说，移民阴间借着做功德，所以一般的民间宗教信仰要花费很多，对不对？特别是如果做的比较完整的七旬呢，花了可能要上百万好，这个是受到什么道教的影响，做功德然后办什么移民阴间的手续，所以人死后在等候家人的超度，然后转生轮回，在阴间一切食衣住行都需要由阳间的这些子孙来供应、来祭拜，像烧纸钱、为库钱、扣钱然后这一些的信用卡等等来供应好，让我们就是有时候如果要想跟亲人联络呢，就要搭什么阴间的列车，叫做观落阴，
有没有听过？观落阴啊，把他叫出来，然后啊，可能现在像现在的视讯，啊不，视讯，透过 LINE 啦，或是 FB 哦，可以跟远方的亲人，对，美国哇，可以跟他视讯这样哦，这个就是阴间的怎样视讯啊，所以叫做观落阴，与他们交谈，然后向他们请教，有时候这样的做法让我们不解哦。那试想，过世的祖先需要阳间的这一些的子孙来祭拜才得温饱，那他们都自身难保了，怎么有可能的能力来保佑我们的子孙？若祖先一直在阴间需要我们祭物，那表示我们要不断的做超度法会功德。这一些的超度法会功德有没有效？没有效啊，因为他们收不到啊。好，所以道士招魂上来的绝对是什么？假货，假的啊！若不是真人哦。那么我们的历世历代的这些祖先，我们来想看看哦，没有拜到了，比拜到了一定更多了，是不是？到底你有没有拜到？有时候，哎呀，4代5代以上我就不认识了不认识，你没有拜到也是不孝，这样好。所以我们看到，如果没有拜，怕祖先来搅扰，那他真的能够满足我们需要吗？我们要思考。第3个，祖先的去处来帮我按下来。祖先的去处是道士，然后怎样引魂之后，合炉在整个神主牌在整个神主牌，那由道士引回家，讲点烛合炉点烛合炉在神主牌或是所谓的公妈牌公妈牌，那这个是受到儒教慎终追远的观念的影响这的回到这个家中，然后合炉在神主牌，所以你知道吗？这个神主牌里面住了多少人？弟兄姐妹，你知道吗？知不知道？不知道以前我们在拜什么东西对不对？每次牧师在圣别礼拜的时候就除偶像，圣别礼拜其中有一个要处理的就是神主牌、公妈牌，然后我都会把它里面原来很多呢如果还族怎样，族还不及被宰怎样，就写个历代祖先这样很随便呢，你知道吗？他的名字都忘了，你还在拜他都叫不出名来。我还记得我阿公的名字，因为他到南洋当军夫就没有回来，没有像世宏弟兄那么幸运就没有回来。所以我出生我都没有看过我的祖父了，好，但是我知道他的名字。但阿祖呢，我不明白，不知道，所以就不知道怎么去祭拜他如果要请他吃，你不知道他的名字请吃吧，是不是这样？哎呀，弟兄姐妹，我们来想看看是吧？祭祖的人往往是神主牌，是祖先的化身，他住在里面所以将神主牌视为祖先祭拜但是这个又跟轮回跟这样的一个轮回有冲突那祖先如果投胎转世了，他根本就没有住在那边了。而且你看一小块的神主牌要住历代祖先，或者是好多人哎呦，我们真的很残忍，你知道吗？比那个香港的那个什么楼那个还挤，你知道吗？所以我们在想说，这样的一个神主牌，本来是一个追思思念，但后来演变成为什么？一个祭拜的仪式，所以这个
公妈牌或者是神主牌，成为一般人信主的一个很大的障碍，啊，不敢舍弃。好，我们来想这个就是一般人一般人在整个这样一个宗教信仰里面，有许许多多的迷失。我们小时候在民间宗教的时候，就是这样的一个迷失啊。那我们来想看看我们基督徒为什么在爱里面有这样的盼望啊？因为在爱里面有赦免什么叫挽回祭什么叫挽回祭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爱是什么？约翰说不是来我们一起来念来，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这里他提到就是说，上帝差他独生子来到世上，然后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什么？耶稣的宝血，借着人的信心来显明上帝的义。所以在罗马书的第8章25节到3章的25节到26节里面有谈到，就是基督把自己献上为我们赎罪，然后挽回了上帝的什么怒气上帝的怒气的意思。在旧约其实没有挽回祭这个名词到了新约才有。那使徒保罗用这样的一个名词，是要表达说，耶稣基督的赎罪所发生的功效，是要让神本来要审判，要让我们没有这样的一个未来，但是因为耶稣为我们献上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的罪那我们能够被称为义。神的公义不能随随便便，没有根据，所以透过耶稣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让我们能够被称为义，赎我们的罪，所以他可以把称义之恩赐给每一个人。好，但是是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有得着不一定为什么？如果你不相信你就没有办法得着这样的一个拯救。好，所以我们才有这样的一个神学的名词，叫做因信怎样称义，这样明白因为你的信心让耶稣代替你挽回上帝的怒气，然后不要生气了，好了，爱你了然后怎样你就可以成为上帝的儿女，这样明白所以因信称义这个很神学性的，但是把它用生活化，就是说你有没有相信耶稣基督？有没有相信耶稣基督真的在十字架上为你付上代价？有没有？我们通常在4月的时候说，你愿意接受耶稣成为你的救主吗？愿意，就是表达说这样的一个赎罪是成功的。这样的赎罪能够进入到你的生命所以第一个，在爱里面怎样有赦免，透过什么挽回祭？谁是我们的挽回祭？耶稣基督。好，第二个，他爱的预备。好，他预备什么？在告别礼拜常常会读到这一段的经文爱是什么来，我们一起来。耶稣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在我父家里有许多住处，我去原是为你们怎样预备地方。”他为我们预备住处。那这样的话，需不需要阳间的子孙要烧别墅、烧那个用具给他？需不需要？不需要。为什么？耶稣已经为我们预备好了吗？对，所以在启示录讲得很清楚，你烧的能够比耶稣为我们预备的这些天堂的住处更豪华吗？没有办法。你知道烧了一个纸扎的纸粘的那个房子多少吗？有时候都上万了，你知道吗？我们看到我们不要花那个冤枉钱好，耶稣他为我们预备地方。
没有一个神明为我们死后预备住处。你看民间宗教有哪一个神明为他的信众预备住处？只有圣经里面提到说，耶稣为我们预备将来的什么住处嘛。所以唯有耶稣为我们预备住处，使我们免入轮回，不受风寒，不愁吃穿，不担心子孙孝顺或是不孝顺，有没有祭拜的问题。因为他爱我们，所以天父会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在世上，在将来都是一样。第二个就是爱的引导爱的引导。好，耶稣说我们一起来读来。耶稣说：“我若去为你们预备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啊。”这是耶稣的应许。所以需不需要道士引魂？需不需要？不需要了。道士没死过，道士没去过，他怎么引呢？他怎么带领呢？所以我们看到在华人的民间习俗人死后马上请什么塞公德书嘛，对吧？来招魂，看到那意外的，然后就请道士去那个地方现场，就怎样？有个招魂幡，对不对？来，就把他引回家。他都没有去过，没有死过，他怎么去引魂呢？但是耶稣有没有去过？有没有？不然我们的信仰告白，在信仰告白什么意思？耶稣基督他下到哪里？阴间啊！3日之后他怎样？复活，然后他升天，他怎么来？怎么回？他又下到阴间，所以我们看到他经历了死亡，他复活，他也走过那一条路，所以只有耶稣才能够把人带领回到什么？回到天家嘛。所以这些塞公德书这一些道士都是假的啦，平常就会抽香烟剥槟榔吃槟榔要开始了帽子戴着那个衣服穿着不像牧师还要读7年，还要读到硕士还要经过考试，才能够按牧成为牧师他们头发一理，对不对？袈裟一穿，就可以当了，哪有那么容易？我们的耶稣应许我们将来要带领我们，好，像个爱的团圆耶稣说我在那里，叫你们也在什么那里？将来我们要有这样的一个团圆这个就是耶稣应许我们。好，第3个，他吩咐我们，好，为了将来的盼望，所以他吩咐我们怎样？你要爱上帝敬爱上帝对，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主你的上帝。还有第2个呢，要爱邻舍如同自己，要彼此怎样相爱，我就在你们的当中所以这个吩咐就是要我们去做了。所以彼此相爱，你知道吗？当我们彼此相爱，上帝与谁同在啊？与你同在。我们彼此怎样为敌谁与你同在啊？魔鬼与你同在，好吧？所以提醒我们十字架的道路，十字架的救恩是很棒的，帮助我们现在跟未来，我们不用忧愁。所以耶稣说：“你们不要忧愁我去是要为你们预备的，预备地方，还有要接你们。”所以信主的人透过告别礼拜，要表明说我们知道我们所去的地方。好，那我们基督徒等一下我们会用这样的一个仪式来敬主，不是祭主。好，我们要追思我们生命的源头。好，在创世纪的第1章27节一起来念来。于是上帝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人，他造了他们有男有女。后来主上帝用地上的尘土造人，把生命的气息吹进他的鼻孔，他就成为有生命的人。好，这个就是
我们看到上帝赐予我们有生命的这样的一个气息。启示录告诉我们说，来一起来，他用右手按着我说：“不要惧怕，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又是那存活的。我曾死过，现在又活了，直到活到永永远远，并且拿着什么死亡和阴间的钥匙。”所以我们的生命的源头是我们的主耶稣，是我们的天父上帝哦。那这个在提醒我们，那我要信耶稣，牧师，我的祖宗牌位在公妈牌、神主牌要怎么处理呢？好，通常我们会做的就是把神主牌归给耶稣，把这些祖先归给耶稣。他们去世了怎么办？交给耶稣来办。好，所以一起来读来，基督死了又活了，为要做什么？死人并活人的主。这样可不可以交给耶稣？可以啊，他是做死人跟什么活人的主，所以他有权柄。要不要救是谁的权柄？耶稣的权柄。好，所以让我们知道说，耶稣为我们付上代价，耶稣也去过阴间。那我们要做的就是说，主耶稣，我把我的过往的祖先交在你的手中，我们为他们来祷告，为他们来祝福哈。有许多人愿意信耶稣，但是这一个就是一个问题，可以帮助我们解决。然后牧师会把这一些的名字抄录下来一般过去我会透过教会送一本族谱，他们会把什么这一些的祖先的名字记载在这一些的族谱上面让我们来追思就好像等一下我们会有做这样的一个仪式，这样的一个追思的活动。那我们看到就是说，信耶稣，我们就信到那个生命的源头嘛，要追多远，慎终怎样追远，追多远，追到我们生命的源头。好，这个就是最彻底的什么敬拜这个生命的祖先，让我们知道认主归宗这样的一个行为，就是最好的一个敬主的这样的仪式，就回到那个创造我们生命的上帝的面前。如果我们相信他是死人跟活人的主，那么我们就要透过这样的信仰接受他，成为我们生命的依靠。好，刚才我们看到他是死人跟活人的主。好，那我们就将这些的祖先，主耶稣，我交给你，因为你是死人跟活人的主，所以我就把它交给你。最后一个，我们看到追念祖先的好德性，然后让基督的救恩能够传承。我们在念十诫的时候，在宣告什么？听我修我诫命，爱我守我诫命的，我要施恩直到几代？1000代哈。这个就是上帝给我们的应许，弟兄姐妹。我们透过追思追念上帝的恩典，也追念上帝透过我们的祖先、我们的父亲母亲、我们的祖父祖母，他们如果有留下这么美好的信仰的典范，让我们一代接一代敬畏上帝，让上帝的恩典透过这样一个敬拜，是让他的恩典能够世世代代来祝福我们。弟兄姐妹们，一起站立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一起起立我们要认识我们生命的本源，让这样的一个生命的恩典赐福透过耶稣来祝福我们。耶稣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信靠耶稣，就是与生命的源头连结。好不好？用这首诗歌来回应神的爱，慢一点。
束宝血，洗净我污秽，将我的生命赎回。为了我的罪，牺牲永不悔，显明你极大恩惠。我深深体会你爱的宝贵，献上自己永追随。我伤心或喜泪，或胜利或死别，愿刚强壮胆，永远不后退。哦，你爱永不变，从今直到永远，深深浇灌我心田。我天旋我地转，经沧海里桑田，都不能叫我与你爱隔绝。我们从头来。你流出宝血，洗净我污秽，将我的生命赎回。为了我的罪，牺牲永不悔，显明你极大恩惠。我深深体会你爱的宝贵，献上自己永追随。或伤心或气馁，或胜利或死别，愿刚强壮胆，永远不后退。哦，你爱永不变，从今直到永远，深深浇灌我心田。或天旋或地转，经沧海里桑田，都不能叫我与你爱隔绝。弟兄姐妹，一起来祷告。主，你的爱永远不改变，即使我们现在还没有接受你成为生命的救主，你依然在等待。我们信靠你是我们生命的救主，你更加来疼爱我们，你愿意将一切美好赏赐给我们，即使我们在不可爱的时候，你就为我们付出了代价。今天我们有机会能够来敬拜赞美，能够透过你的话语领受你的恩典。主，让你的爱透过我们成为你施恩施福的管道。虽然我们的亲人离开我们，但是我们在你的爱里面是有盼望的，因为没有任何事物能够叫我们与主你的爱隔绝。求你施恩施福，当我们在追思我们亲人的时候，求你安慰我们的心，也让我们在这个信心里面看到永活的盼望，因为你的爱从来没有离开我们。谢谢主，垂听我们同心合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这时候我们依然站立，我们要请林明从弟兄来代表来献花。
这个时候，我们用追思、祷告，我们来祝福我们的亲人。但是在主耶稣那里是好的无比。我们也可以为了过往的亲人，主啊，他还没有信靠你，但是你是活人、死人的主。我们将他的灵魂交给你，你自己来掌权，你自己来怜悯。我们能够做的就是追思、祷告、祝福。我们将一切的主权交给主。我们开口来祷告，我们默祷。谢谢耶稣，你是活人跟死人的主。我们用信心来相信，你已经接纳我们亲人的灵魂在你那边。我们也将未信的亲人的灵魂交在你的手中。你是活人死人的主。谢谢耶稣，因为你的爱从不改变。你愿意为我们付上代价，也赐福我们在座的还没有接受你成为生命的主、受洗归入你的名下的主。我们知道你依然在等待他们，你用爱来呼召他们来跟随你。而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为这些世上灵魂在祷告过程当中，你的圣灵就感动他们的心，让我们能够来真的是活出君尊祭司的职分。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我们再一次用这首诗歌来回应神的话语。你流出宝血，洗净我污秽，将我的生命赎回。为了我的罪，牺牲永不悔，显明你极大恩惠。我深深体会你爱的宝贵，献上自己永追随。或伤心或气馁，或胜利或死别，愿刚强壮胆，永远不后退。哦，你爱永不变，从今直到永远，深深浇灌我心田。或天旋或地转，经沧海里桑田，都不能叫我与你爱隔绝。哦，你爱永不变，从今直到永远，深深浇灌我心田。或天旋或地转，经沧海里桑田，都不能叫我与你爱隔绝。或天旋或地转，或天旋或地转，经沧海里桑田，都不能叫我与你爱隔绝。弟兄姐妹，我们依然站立，同心祷告，领受上帝的赐福。
愿主耶稣基督胜过死亡权势的权柄能力赐给你们，叫你们在爱里面有盼望。天父上帝，用你永不改变的慈爱来吸引我们，用你的爱成为盾牌，保护看顾我们。主圣灵，求你安慰我们失去亲人、忧伤思念的心，因为你的安慰让我们看见永生的盼望，你的安慰让我们看见我们的亲人在主那里是好的无比。求你的灵充满安慰，赐下你的力量，让我们继续走你赐福的恩典之路，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请坐，我们默祷。